哦，对了，今天你跟他说的很决绝吗？快刀斩乱麻，对大家都公平。你就别想了，赶紧睡吧。你要回宿舍了？不然呢？要不，留下来。喂，小川，你现在在上课吗？没有，我在宿舍呢。那行，那你现在出来跟我去趟小西家。啊，喂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一川想什么呢？啊，大姑，那个，你已经到北宁了呀？是啊，你快点把你姐家钥匙拿过来啊！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跑哪儿去了？这是怎么不接电话呀？这个。不是夏灵溪，你干什么呢？怎么也不接电话呀？大姑，我来了。钥匙呢？哎呀，我忘了。你没带钥匙，你来干什么了你？夏灵溪，你妈来了！有道理，小点声。夏灵溪，夏灵溪，把门给我开开！这不笼子，大姑可能不是这间，咱们搞错了吧？你闭嘴！开门，夏灵溪！妈，您怎么来了？起开！哎，藏哪儿了？谁藏哪儿了？蒋胜涵啊！他没在我这儿。如果我留下来，你会更不安全的。朱阳长，路上小心。那我走了。晚安。晚安。那我怎么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？你拿着手机洗澡呢？你们两个还一块洗澡呢？脑子里装的什么王思飞？干嘛呢你俩？陈以川的耳朵里有东西，我给他掏一掏。哎呀，早知道你俩没在一起，我就不来了。蒋胜还没在你房间里落下什么东西吧？糟了！这是谁的衣服？我的。哎呀，我让夏灵溪给我洗来着，没给我洗。哎呦，对啊，我给忘了。这是什么脑子啊你？没臭吧？